실내 마사기 또 당구대라는 얘기했어요.我主要的车子一个学上嘛，学生，你培训到些投入碰到你到那里，你那个长的我把水了，你那个你只有这个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写的开始有他们有的，是靠那个是的嘛。看到你写完的地方了，那也就这个亲密的关系。看到我那写当然地方我嘞，那语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朋友的对对，那感觉那个弄这个茶室，去了是在里面的，他们看不懂这个人。其中讲你那个时候你看到有啥的推荐的大对象，有啥哪一点谁去看到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到的这谁看到的，我是千万年轻人，那下次给看到的，你数码现实是会有超前的，而且你是看到了吗？你我啥去？